那呢，飞天山的故事就甲妹妹你讲到这哦，感谢你给我机会讲故事，真努力咯。做环保的也好啦，也是去病院啊。为什么你特别选讲故事这项啊？哦，因为我本身我就是介意吼，安尼四界走的人啊。啊，你要讲吼做环保志工，你固定一个时间拢爱去遐。啊，我这随时拢会当做啊。而且我这一个人就会当做的，唔免足侪人啊。一个人就会使。对啊，我爬起骹，我骹板歹，我四界我拢会当讲。人生到这下半场吼，你只要爱找一个家己的兴趣，啊，自然你的心境就一定较开阔。曹阿妈伊坚持要用台语讲故事，嘿，这互我足佩服的呢，因为伊感觉台语若是愈无讲，就会愈无人讲，啊，嘛会消失去，所以伊就是坚持要用台语讲故事，互台语会当传落，会当延续落。